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公布旧年度地方政府对环境的施政评量，因提到优等的县市是有屏东县、台南市，也阁有高雄市，需要改善的是南投县。也毋过，其实这个数字甲进前全国拢来参加评量相比起来，这届是有7个县市无提供资料，所以环团是表示真遗憾。 台湾环境联盟针对各县市永续施政计划所推出的评量，今年进入第8年，这届成绩出来，得到优等的县市有屏东县、台南市、高雄市；良好的有4个县市，普通的有7个县市，太改善的是南投县。不过，去年22个县市拢有参加，今年无参加有7个县市，差不多占1/3。7个县市不愿意来提供资料哈，我们感到这个好像台湾这个开放政府哈，民众参与这样的一个民主深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哈，好像停滞了，甚至好像有些倒退。8个评量的指标包括质量检讨、甲再生能源的推动、公害防治、气候变迁、甲生态保育等等。参与评量的学者观察，最近这几年来，各县市伫年总量的用电量，甲人平均的用电量拢加悬，尤其是新竹市甲花莲县拢真悬，显示能源的用量持续增加，减碳也是一大挑战。这3、4年我参与的状况看来的话，事实上，能源使用一直都没有降的。不管在工业的用电好，或者是民间的用电，事实上都是升。这届有2个县市透过电话明确表达无要参与，分别是新北市甲新竹县。第一结果进前有联络到，不过并无得到回应，因为这届无参加的拢是南洋的县市。环境保护联盟表示，永续应该是延续的政策，无应该拿换首长或者是连任的重点。希望后一届评量各县市拢会当来参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